伫中国有一款红仔，都要买来拆开了后，才知影是买着什么款的。过去伫东南亚，这个商品是卖甲下下叫。不过最近伫越南岛民众发现讲，这红仔的面顶悬哪像有画中国宣示南海主权的图，是受到越南民众的抵制。那现此时越南政府嘛下令禁止买卖这种中国红仔。甲网鸭拆开，内面有一只宝石有土鸭鱼孔的红鸭，看起来真古锥。这是中国红鸭公司的网鸭活三系系列。进前因为红鸭的设计真多元，也佫依照节日、季节或者是特殊事件无同的主题，设计红鸭面顶的图案甲整体造型。伫咧东南亚卖甲真好，不过卖到越南的红鸭，因为面顶头的图敢若是中国宣示南海主权的高大线，卖袂出去。Em thì với những món đồ chơi hay là tất cả những thứ gì mà đều có đường lưỡi bò thì nó sẽ ảnh hưởng đến chủ quyền Việt Nam thì em đều không ủng hộ. 高大线是中国维护南海区域的长续线，也是中国对南海的主权表示基础。不过因为南海领土的争议牵涉到真侪附近的国家，大家拢有无同的主张。越南是不准高大线以任何的方式出现伫英国内。越南市场发展局讲，因有高大线的产品是违反越南的现行法律，影响越南的国家安全、领土主权，所以真侪违规的换衫系红仔，怎么拢下价滞销卖袂出去。之前一只卖$20，代票660块，一天卖100只，怎么销售挂零，计销抬对半$10也无人要买。Bây giờ hầu như là sẽ nói chung là bán kém, chị bây giờ phải xả hàng đi để kiểu lấy vốn lại thôi. Nhiều sản phẩm còn bị lỗ chứ không phải là có lãi nữa. 怎么越南政府已经下令查禁这种红仔，并且要求对查处置侵犯国家主权的红仔生产加销售的业者。伫以前也发生过像这种代志，正如伫2023年的好莱坞电影《芭比》，就被因为越南政府认为影片内面有出现高大线，所以禁止伫咧越南放映。另外，中国连锁的茶饮品牌霸王茶姬，本来按算伫咧乌志明市要开分店，也因为品牌专用的 APP 有显示出高大线的地图，和越南的民众抵制。公司新闻但是党编辑。